你知唔知有座園林藏住佛山成百年嘅雅致過往啊？答案就係佛山梁園。清朝嘉慶年間，梁氏家族嘅梁卡如心懷雅致，帶頭打造呢座園林，家族3代人接力修葺，先至令梁園從藍圖變成現實，亦都將崇文尚雅嘅家風融入到園林每一處角落。而家行入梁園，周圍都係嶺南園林嘅精妙之處。群星草堂係核心所在，曲徑通幽嘅地方，河池泛住粼粼波光，假山疊石，形態各有不同，盡顯移步換景嘅妙處。汾江草廬靠住水建造，雕花窗圍影喺水中，微風一吹，光影晃動，特別靈動。12石齋更加係一絕，梁氏子弟走遍嶺南揾奇石，精心堆疊出石景畫卷，被讚為嶺南石藝典範。園內古樹參天，磚雕、木雕工藝精湛，漫步其中，好似置身喺嶺南風情嘅詩意世界一樣。